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行阿 wing。今日又翻咗隻超筍價嘅阿米加，就係呢隻阿米加 Seamaster Diver， 採用緊43.5mm 嘅黑色陶瓷，再配以5級鈦金屬嘅錶殼，兼備咗輕盈同埋高強度。錶圈亦都用咗黑色嘅陶瓷，刻有白色嘅珐琅潛水刻度，而錶面嘅波浪紋呢係經過咗鐳射嘅雕刻，層次分明。配備咗 PVD 鈦金屬指針同埋時錶，加上白色嘅夜光塗層，夜間睇時間呢就更加清楚啦。手錶防水有300米，喺錶殼嘅10時位呢做咗個圓錐形排氦氣閥門，好適合攞嚟專業潛水。而呢條黑色橡膠錶帶呢係配有陶瓷嘅錶帶扣，錶背係做咗藍寶石水晶錶面，可以欣賞到呢個 Master Chronometer 嘅8806自動機械機芯，具備55小時嘅動力儲存。呢隻阿米加 Seamaster 官網定價係70200蚊，我哋而家做緊個超筍價呢，5萬中左右就買到啦，仲有5年嘅國際原廠保用。有興趣嘅錶迷可以上嚟門市試下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